华视在地新闻，荷兰乡亲今年第11号的风台轩南诺，外围的环流因暗就会开始影响台湾。上爱注意的是北部、东北部甲东部会连落几啊天的大雨。气象局特别来提醒，讲这个风台的环流分系明显来扩大，会甲边仔的热带性低气压来产生天然效应的辐射现象，会看这个风台往咱台湾的方向来挖近。另外，有专家来指出，讲这个风台的强风场会比暴风区又搁较大，袂当来轻视即届风台的风雨对台湾的威胁。讲拜五发海上警报的几率真悬，无排除会来发陆上的警报。乌比分明，风台中心真明显，这是今年头一个强台轩南诺，比前一天的威搁较瓦台湾。除了轩南诺风台下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嘛慢慢咧增强，可能发展为今年第12号的风台叫梅花，因为愈来愈晚，有可能产生定源效应，这点爱细认。今天预估是有在往西修一些情形，我们预估以这个路径是有机会发布就是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情形。可能发布海上的警报，这个轩南诺对台湾的影响将伫沿岸的愈来愈明显。有大量水汽外围环流，造成北部、东北部的山区爱提防落大雨，会落到初三才会较回。初时开始，北部、东北部共款有局部的大雨，沿海地区爱严防十级风。最主要的影响在台风外围环流是在1号到3号这段时间，所以其实预估在台湾东方外海的一个强度大致上都是可以维持在强烈台风，而且它的一个半径其实有机会在扩大的一个情形，台风中心大概有70%的几率会通过的地方。今年头一个强烈的风台轩南诺，那暴风款大，而且风嘛真强，虽然讲有可能解决咱欠水的问题，不过咱乡亲出门嘛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